大家好，最近有好多客戶 WhatsApp 諮詢有關 Xstore App 嘅全倉問題，咁我哋都解答咗好多。首先，多謝選用我哋服務嘅客戶先。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客戶經我解釋之後，都係揀翻傳統嘅迷你倉。其實唔係想趕客。Xstore 嘅優點有好多，首先都要講下有咩特別之處，就係佢最靈活嘅全倉方式，唔使按金，唔使預繳，冇全倉期，逐件按大細重量，逐日計費，係唔係真係覺得好抵？其實仲有兩個同傳統迷你倉最大嘅分別。第一，自由度完全唔及傳統嘅迷你倉。迷你倉可以揀返離屋企唔遠，24小時出入，幾時存幾時攞，真正自己話晒事。第二就係用 Xstore App 存倉同埋取回，都係需要通過我哋嘅運輸服務，即係話存同攞都係要支付相關嘅運費。我哋嘅租金可以做到咁抵，係因為我哋嘅營運模式。所有全倉嘅物件，我哋都會整齊分類，將同類型嘅放埋一齊，盡量利用倉庫嘅每一寸空間，唔會大大細細堆埋一齊，亂咁放，浪費晒啲位。但係除咗租金之外，運輸費都係你全倉嘅成本之一，所以唔好淨係計租金，仲要計埋來回嘅運費。記住，全倉嘅全部成本係租金再加來回運費。仲有一樣就係自由度，因為運輸嘅關係，如果想攞返全倉嘅物件，最快都要等1日嘅時間。我哋為咗空間利用最大化，唔同大細嘅物件，我哋可能放唔同嘅倉庫，所以當要攞返全倉物件嗰時，唔係唔想快，因為呢個係成個標準流程需要嘅時間，希望大家理解。最後同大家總結一下，如果全倉物件需要好頻密咁出入倉庫嘅話，例如每星期都會用嘅運動品、網店嘅倉庫、大型嘅家私之類，都應該選擇返適合大細嘅傳統迷你倉。離屋企唔遠，24小時出入，幾時存幾時攞，想擺啲乜自己話晒事。而 Xstore 主要面對嘅客戶係數量唔多，租個倉又用唔晒。例如可能幾箱公司需要保存嘅舊文件，另外就係短時間嘅存倉，例如換季嘅家居用品、衣物同鞋，屋企要裝修，但又唔係要裝修好耐之類。就算計埋來回嘅運費，攤分落每個月都唔會貴咗好多。如果係咁嘅話，我哋嘅服務係好適合你，而且運費已經俾咗，當然唔使自己搬啦。呢個都係我哋嘅服務之一。相信大家聽到呢度都應該揾到適合自己嘅存倉方式。如果覺得 Xstore 係啱自己用嘅，可以喺 Facebook 搜尋 Xstore， 喺專頁入面仲有深入咁講解計費嘅方式、使用教程等。官方網頁仲有最新嘅優惠。最後，好希望有機會可以為大家服務。多謝大家收睇。